即摆人哦，较慢结婚嘛，较慢生囝。台湾未生翁仔某比例大概是有1/5，平均7对翁仔某都有1对未生。台湾生殖医学会上新的调查嘛显示讲哦，查甫人针对相关的检查甲治疗还无够积极。医师嘛警告讲，不管是查甫还是查某，30岁以后身体就开始退化，愈慢开始准备有生哦，成功的机会就愈低。在一开始还没有进入生殖医疗的时候，就是自己会去看温度啊、算日子啊，那但是每个月还是会看到啊，就是有落红这样子，就会心情上是蛮受影响。林小姐已经结婚真侪冬，翁仔某2个人刚开始想要享受长干蜜甜的时间，所以无真积极来生囝。但到真正想要生囡仔时阵，煞甲翁婿做伙拍拼2-3冬，拢无法度有结果，才决定要找医师斗3工，落尾是透过器官婴仔疗程的帮助，才生到一个健康的查某囝。甲林小姐同款为未生来困扰的翁仔某实在袂少。根据调查，有真侪翁仔某对自然怀胎真有自信，尤其男性常常对未生的治疗无够积极，而且拢直直拖延。医师就提醒讲，年岁对怀胎的成功率是真关键的因素。过了一个年龄以后，大概女性在34岁、35岁以后，男性大概在40岁以后，它发生那个染色体异常的比例就会开始增加，异常配置的机会增加，所以不但它的怀孕率会降低，那就算顺利受孕之后，它发生胎儿流产的风险会开始增加。国健署指出，扩大补助人工怀胎已经要2冬，目前已经同意7万多件补助的申请。去年已经有超过6000个器官婴仔出世，占规冬出生率未少的比例。希望同款为着未生来困扰翁仔某，会当赶紧来找医师斗3工。记者林玉凯台北采访报道。